各位觀眾，你哋好，我係李文漢，歡迎嚟到我個頻道。而家我哋就嚟到滿東啦。今日滿東10檔最正美食介紹，純粹係我個人嘅意見，好可能同你哋嘅係有所不同。講真嗰句，我唔係乜嘢美食專家，我只係中意食嘢啫。今日我哋就過嚟滿東揾嘢食，佢係全馬有最多印度人嘅社區。不過呢一集我大部分都係介紹華人美食，皆因文東亦都有好多華人居住。其實我哋馬來西亞嘅多元化社會的確係受到國際嘅讚賞。事關我哋嘅文化係獨一無二，皆因佢融合咗馬拉、華人、印度同埋土著人嘅多元化影響，創造咗充滿活力嘅傳統節目同埋獨特嘅美食。因為咁，佢對我哋嘅旅遊業係有一個關鍵嘅吸引力。你應該知道，我哋 tourism 嘅 slogan 就係 Malaysia through the Asia。講起嚟都係多得英國政府，因為佢哋喺19世紀邀請咗好多南方嘅中國人嚟我哋嘅國家做石礦。但係當全球嘅石價下跌，加埋馬來亞石礦枯缺時，英國政府就開始發展農業。隨後佢哋就邀請咗好多南方嘅印度人嚟我哋嘅橡膠同埋甘蔗種植園工作。後尾好多華人同埋印度人就決定留喺馬來亞落地生根。眨下眼都有好多傳到第5代啦。其實我哋3大民族嘅關係一直以嚟係好好，可惜有啲政治家為咗私人利益，有用種族同埋宗教嚟分開我哋，有啲仲歧視到叫我哋華人同埋印度人為笨達登。唔怕得再講，我哋華人多多少少都有歧視嘅主語。舉例，我哋廣東人會叫西方人為鬼佬，叫印度人係阿碳、鬥士，甚至激靈鬼。實際上，Keling呢個字眼係從印度嘅東區 Keling 翻譯過嚟。唔知點解以前嘅字典係會搞錯，用 Keling 嚟形容來自南方嘅印度人，就好似我哋擺烏龍用 Bengali 嚟形容 Punjabi。話說我哋真係要感謝南方嘅印度人從19世紀底過嚟馬來西亞做農業。如果唔係，我哋嘅農業工業今日唔會發展得咁成功。我真係想象唔到，如果馬來西亞係冇印度人，首先我哋就冇機會慶祝 Deepavali 同埋大普森嘅公眾假期。不過主要嘅就係食唔到佢哋嘅香蕉葉飯、Putu Mayam、Roti Canai、Chapati、Dosa、Vade、Apung 同埋Kacang Puteh等等。雖然呢啲美食多數都唔係喺馬來西亞誕生嘅，但係佢都成為我哋生活一部分啦。其實滿東係怡保其中最大嘅市郊，佢係馬來西亞有最高嘅印度人比例。換句話嚟講，佢哋係佔滿東人口嘅52%。文東亦被稱為金崩Kacang Puteh。呢度嘅居民一般都係以前橡膠園工人嘅後代，有一部分係從Gunung Cerro嘅悲劇之後搬遷過嚟。因為喺1973年發生咗一個悲慘嘅落石事件，害死咗40條人命。當時呢個不幸震驚咗全世界，因為呢個地方已經係唔安全住。咁政府就將呢度嘅村民搬晒去文東。其實以前Kacang Puteh係Gunung Cerro嘅家庭手工業，想唔到當佢哋搬咗嚟文東，Kacang Puteh就成為一個幾百萬嘅工業。我最記得喺小學時，我哋有一個印度老師，時常鬧我哋，如果我哋唔好好讀書，日後會衰到喺街邊賣Kacang Puteh。佢細估唔到賣Kacang Puteh會賣出一個春天。話說文東唔單止係Kacang Puteh，佢哋係全馬培養得最靚嘅芽菜，都係多得呢度嘅灰炭山地下富含礦物質嘅水。
唔講你唔知，以前喺80年代，文東係一個爛仔竇，都唔出奇啦。以前呢度係有椰花酒鋪，亦都有賭檔。好彩而家係天下太平。歷史有記載，當怡保喺1884年開埠嘅時，文東就跟住發展。怡保最老嘅印度教廟就係喺呢一度1887年建造嘅。呢個壩室都算係文東其中最老嘅建築物。雖然呢個壩室唔算大，但係佢係好齊全，幾乎乜都可以買得到。最可愛就係呢度嘅印度顧客係識講廣東話。主要嘅就係壩室裏頭有提供好多老字號嘅美食檔，所以我哋今日第一時間就趕嚟啦。如果你喜歡呢條片嘅，就俾個 like 我，分享下。如果未曾訂閱嘅，就麻煩你訂閱啦。多謝你。我哋第一個介紹就係廣州家鄉包，呢檔包就犀利啦。佢哋都有60年歷史，而家傳到第3代。原本呢盤生意係姓黃嘅家族開始嘅，後尾就交咗俾佢姓劉嘅女婿，佢嘅仔係算第3代接班人。佢哋嘅包係每日現場做嘅，最受歡迎就係南乳包、叉燒包、蟹包、咖英包同埋糯米雞等等。因為佢哋嘅包係新鮮出爐，有好多街坊就會意過嚟打包。嘉欣返到屋企仲係熱辣辣嘅。佢哋仲有做埋茶水，劉太係負責沖茶。一般南乳包係好難揾得到嘅，所以一睇見咧我就要嗌啦。你睇佢嘅叉燒包幾多料啊，冚唪唥擠晒出嚟嘅。而家我哋行過去賣菜嘅部門，嚟到呢檔豬腸粉，呢檔腸粉係好受歡迎，一朝早就有好多人排隊。嘉欣佢哋嘅價錢係好優惠，但係就要 self service。姓楊呢兩仔都喺度擺咗檔有30年，佢哋嘅腸粉同埋炸料都係自己做嘅，除咗甜醬、辣醬，你都可以淋咖喱汁。怪唔得佢哋有好多印度顧客，嘉欣咖喱係印度人嘅喜愛。我哋就嗌過桑嘅腸粉。呢個腸粉只係2溝6。呢個腸粉真係滑到破得地。頭先包嘅檔主建議我嚟呢一度採訪呢檔咖喱麵，佢哋係有提供炸料，同一般怡保嘅麵檔都一樣。除咗咖喱，佢哋都有提供乾撈同埋清湯粉。姓陳呢位檔主都喺度經營咗15年。我問佢嘅地方係喺邊度學，佢好謙虛講：呢啲普通嘢都係自己創，冇拜乜嘢師傅。佢嘅咖喱未食都聞到好香。今日我食瀨粉，食慣喺 KL 好難揾得到嘅。呢個壩室都佈置得好好，大部分係分配俾美食，佢哋都有提供印度美食檔。呢度係有2個茶檔，我要介紹呢一檔。嘉欣睇見佢哋有將啲杯錄過，呢位蘇 Andy 只係頂咗呢個茶檔嚟做咗7年，以前係叫做阿福茶檔，而家佢嘅仔同埋新抱都有出嚟幫手。
該我係好鍾意怡保嘅茶檔，事關啦，佢哋一啲都唔馬虎嘅，每個步驟都做到足。我好中意呢個文化，事關佢哋打包㗎，就俾多啲冰啊，會凍啲又多啲嘢嚟飲。有啲奇怪，呢度嘅美食檔一般都冇貼上招牌，呢檔茶果都唔例外。姓潘同埋姓林呢兩位 Auntie 都喺度擺咗檔有30年，呢度嘅茶果冚唪唥都係佢哋自己做。檔主講，佢哋每日凌晨4點就出嚟擺檔㗎喇。你都知道我幾鍾意食糯呀龜㗎啦，咁我就嗌龜果枝、龜打冧、鹹煎餅同埋油炸鬼。呢個油炸鬼係大過一般嘅。呢個巴塞最後嘅美食我要採訪就係雲吞麵，唔係誇張，佢哋同豬腸粉都係呢個巴塞最受歡迎嘅美食檔。呢位檔主阿文哥都喺度經營咗30幾年，一直以嚟佢都係自己打麵。我喺度咁耐都冇睇過佢停過手，梗係啦。皆因呢度嘅顧客知道佢嘅雲吞麵係食到最有口感，加埋啲脆卜卜嘅豬油渣，包你食到舐舐脷。呢個雲吞麵好嘢，有幾多豬油渣啊！而且呢碟雲吞麵啊，俾你4粒雲吞。而家我哋離開街市，嚟到Jalan Sungai Pari呢間 Esther Apung Store。如果嚟到文東冇食過印度餐，又點算有嚟過文東呢？呢檔阿崩係一個老字號，已經有70年歷史，而家傳到呢位檔主 Esther 嘅手，已經有30年啦。雖然佢哋有提供 roti canai 同埋chapati，不過佢哋嘅阿崩同埋 vada 係最受歡迎嘅啦。Coconut milk is very thick, nice. 呢個口味係加咗 coconut，所以唔使點椰漿咁。本來我想飲瑪莎拉啲，但係檔主建議我飲佢哋嘅爹哈利亞。呢個係佢哋嘅薑茶。哇，好夠薑啊！當然嚟到滿東，梗係要探索金峰咖爭布爹啦。基本上呢度係有幾間稍為大啲嘅咖爭布爹店，我哋就揀呢間 PKH Enterprise， 貪佢容易泊車。呢個咖爭布爹地方係好清潔㗎，你要除鞋至入得去嘅。據稱呢盤生意都係從Gunung Ceruk嘅 Tamil Nadu 村民建立嘅。當佢哋搬咗嚟文東，就將咖爭布爹發揚光大。呢度嘅選擇係豐富又新鮮。今日我哋幾大都要買多啲返去啦。Food tasting Morocco. 呢個係摩洛哥。
我哋而家開車去Taman Desa Risha，嚟到呢間麗華市鎮牛腩粉茶餐室。呢位姓謝嘅店主講，佢哋係一個 family business， 都經營咗20年。我太太係好中意食牛腩粉嘅，唔係台灣紅燒嗰啲，而係清清湯底，好似廣州嘅口味。因為我哋馬來西亞華人65%係唔食牛肉，所以要食到靚嘅牛腩粉真係唔容易。希望呢間牛腩粉唔會令我哋失望啦。佢嘅牛肉真係掟得到啊！佢哋嘅牛筋丸，第二日，我嘅大舅就帶我哋嚟新市鎮，佢係位於馬檸檬嘅邊界，真係可愛。呢間 Double Three Cafe 嘅座位係擺喺街，落雨就麻煩啦。呢度有一檔好受歡迎嘅炸料。呢位姓江嘅檔主都喺度擺咗檔有20年。檔主講，佢哋嘅油炸鬼係好搶手，因為佢同呢間茶室嘅咖啡係配到好似最佳拍檔。呢個食法俾我諗翻起童年時。呢間個 B 店係出名嘅油炸鬼點咖啡嘅喎。喺佢哋嘅隔離就係呢檔老啲茶呢。我相信文東嘅印度人係好有學問，事關我遇到每一個都識講英文，就好似呢位檔主 Nancy 同埋佢嘅囡囡，反而呢位印度請翻嚟嘅員工呢就唔識講啦。佢哋係多元化，有提供nasi lemak配好多靚料同埋醬汁。呢檔嗰啲炒奶嘅生意應該係唔錯，事關佢哋還請得起3個員工。呢個羅基茶奶係好脆口啊，好似新加坡嘅一樣。呢間鬼佬茶餐室係我嘅 honorable mention， 因為3年前我已經採訪咗佢哋。今日我要用啲舊嘅片段嚟播放。其實佢哋嘅板麵係我喺怡保食過最正嘅一間。第二個 honorable mention 就係雲吞麵個 B 店，佢哋以前係喺拿督路擺檔嘅。呢間亦都係3年前我介紹過嘅，佢哋嘅麵係自己打嘅。話說要揾到靚嘅雲吞麵都唔容易，佢哋都算係 hidden gem。